办心。嘛知影伫国外真侪所在，其他国家、其他教会，犹原伫痛苦患难中间。阮即时嘛爱为着这有需要的兄弟姊妹，尤其是伫这疫情非常严重的国家，每一个国家的百姓、教会来祈祷，恳求上帝怜悯医治透望，互每一个患难中的人会当倚靠上帝，互伊无惊吓，有喜乐平安的心入去伊的心内。望愿上帝你圣神引带带领。陪伴阮的心思意念，听候助力。伫礼拜中间，会当自信、专心，用阮的心灵，用阮的上帝话真理做根基来敬拜学落你。愿上帝你听我的祈祷，阮同心祈祷伫你面前，乃是奉靠主耶稣圣主名求，阿门。
上帝啊，你的慈爱怎样遐宝贝？世间人必伫你实果的低音下，因为你的厝的好物得到饱足，你也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遐，伫你的光，阮要看见光。愿你常常施慈爱，互捌你的人，常常用你的公义施予心内正直的人。咱即时要三甲来吟诗圣诗52首，荣光归乎圣父天上帝，荣光归乎圣父上帝。咱起立来吟全首。咱即时要压头来祈祷，亲爱阿爸父上帝，阮正信的兄弟姊妹，伫疫情的中间，你互阮秘伫你实果的指引下，免惊黑暗中流行的瘟疫，也是伫中昼灭无人的毒症。伫你的固守保护下面，互阮度过武汉病毒的疫情。阮今仔日心存感恩的心来到圣殿要敬拜你。阮知你是圣洁的神，阮本是有罪的人。主耶稣，你是完全的人，你为着救赎阮，牺牲你的性命，流出宝血，洗净阮所有的罪过，互阮会当成做你望阮的儿女。阮本应该遵照你的旨意，追求天顶的事，阮却是贪恋世间的，赢过天顶的。为着世间的名甲利，绵绵芊芊的追求。反倒转袂记得，阮是属上帝国的身份，应该去执行主你交托阮的大使命，去招万百姓来做你学生，浪费了你互阮的恩赐甲时间。主啊，求你来怜悯这个可怜的罪人，认罪的求你赦免，痛悔的求你来接纳，互阮会当坦然无惊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上帝，你今仔日透过牧师的教示，要保守阮的心思意念，互阮甲牧师团中一同工有共款的意向，讲共款的话，共款的心，共款的意，结出共款的果子，互阮成做一个同心合意宣告的共同体，用阮的一生来荣耀主你的名。主啊，阮的祈祷也是无够野，阮即时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祈祷。
启文第8篇，伫圣诗后面的第11页，我来刻会章来印。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气力。虽然有军兵扎营要攻击我，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有一项事我要对耶和华求，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因为患难的日，伊要暗中保护我，让我藏伫伊的布片看捌的所在。等我的头壳得到热气，我要伫伊的布片显欢喜的节。耶和华，我出声求救的时，求你听。你捌讲，恁着恨无见我的面。唔通对我黄你的面。你平素是做我的帮站。因为父母离开我，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因为我对你的缘故，带我往咱即时要阁三甲来念圣诗67首，我心阿乐上帝，我心阿乐上帝，会将起立来念全首。请坐。咱即时学了迦南诗班要学了的诗歌是哈利哈利哈利。
感谢迦南诗班用遮水的诗歌，带咱来学咱的上帝，将一切荣耀归予主。咱即时要来领受上帝话，上帝话有记载伫3个所在。第一个伫箴言4章23节，现代中文译本812页，台语汉译本696页。第二处的所在是伫马太福音9章35到36节，现代中文译本12页，台语汉译本11页。第三处的所在是伫马太福音第10章9章，第10章的29节到31节，伫现代中文译本的17页，台语汉译本12页。我即时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箴言4章23节。所思所想的爱谨慎，因为性命是由思想来定型。马太福音9章35到36节、35节。耶稣行透周围所有的城市甲庄社，伫因的会堂教示人，传讲天国的福音，医好逐款的症头甲病痛。当伊看到遐大阵的人，就可怜因为因亲像羊无牧者，困苦无人照顾。马太福音10章29到31节，10章29节，两只赤鸟啊，兼毋是用一个铜钱就买会到。恁的天父若无允准，连一只拢袂跋落地。比较恁，连恁的头毛嘛拢有算过，所以毋免惊。恁比规群的赤鸟搁较贵重。今仔咱本堂的篇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保守恁的心，愿上帝祝听伊话，搁照安尼去行的人，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上帝话。咱做伙来同心祈祷。邀阮的天父上帝，阮的主宰，主阮只是恭敬。抱着敬畏、敬虔的心来到主你施恩宝座面前，恳求你圣神引带带领，透过上帝话，透过阮的言辞敬拜学到你，你圣神提醒阮，伫阮的生命中间有照你的意思去行无？你疫情虽然危险，甚至互人着惊，但是主啊，伫你的平安欢喜。同在中间，阮安然自在。愿上帝圣神引带领，伫阮的礼拜中间体会主你的心意，有信心的鼓舞，互咱每一个人领受上帝来快乐。奉靠主耶稣圣子名求，阿门。即届疫情，互咱开始，拄开始时，人心真正惊吓，毋知即款的病毒是倒一款的病毒，甚至。人讲这无症状感染，无啥物症头，就开始有破病、流鼻水、发烧，甚至有些肺炎的问题。人传染到人的所在，速度愈来愈紧，所以人就惊吓的心啊！我相信咱基督徒甲一般人无共款，而且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尤其是台湾迄阵有本土案例的时，你的心是怎样在想呢？提醒咱每一个人，头一项拄起咱惊吓的心啊！真济咱兄弟姊妹，也是讲无信主的人，伊逐工看新闻，逐工看到什么人？陈时中啊！看到这新闻报道，哇，偌济人死，偌济人感染着。其实吼，逐工看新闻拢差不多。逐家看陈时中的较准，因为数目直直跳来跳去。有一寡兄弟姊妹就逐工看，愈看愈惊，惊到要死啊！想讲啊，这到底是什么款的代志？啊，每一工都无共款的镜头来发生的事啊，这心惊吓。有人惊到讲，我即摆流鼻水，我即摆发烧脑喉痛，检查真啊，互人惊死的。有人真正伫国外的所在，有人是讲我已经感染着啊。其实伊只是普通的感冒，就自杀。莫拖累咱的厝内底的人啦，就自杀好啊。这是国外实在发生的代志。前一阵欧洲、美国的所在，真济基督徒犹原伫患难的中间，但是咱台湾防疫做甲真好。但是呢，
拄开始发生的事，也是讲透过即个疫情了后，咱会当做甚款的信仰的反省？你是惊吓吗？还是讲你嘴红挂条条，犹原是无自在，犹原会惊吓吗？这武汉病毒对待是每一个拢真公平哦，无管你是牧师、长老，无管你是查甫查某，无管你是老人囡仔，拢会有可能得到，敢毋是的？但是有一项代志就是，咱毋通惊吓。信主的人甲无信主的人有甚物无相款的所在？同款会得到病毒啊！伫欧洲所在有60几个神父拢死去啊！我是讲，咱教会只有7个人，7个牧师嘛，无够死遮济。但是咧，咱的心思意念是咱的战场啊！拄啊，咱所读的经文中间，箴言第4章23节讲，要尽力保守恁的心，因为伊的话是活命的根源啊！心思意念是咱的战场，咱的思考爱对上帝的话来，再保守咱的心思意念有平安欢喜。同款有可能感染着，你逐工喷酒精、挂嘴红，嘛有可能得着啊！有人啉一咖啡就得着啊！当时你去坐捷运、坐公车的时，被隔壁人可能感染着，你嘛毋知。所以，咱的心思意念是咱的战场。人讲树爱靠金，人爱靠心啊！你的心思意念若正确，有上帝话，有上帝同在，你就袂惊吓。有当时吼，惊吓毋是讲无好哦，咱人会惊，拄着困难，拄着什么代志会惊，但是过头惊吓，就是一个捆绑。咱来看主耶稣死的时，伊的门徒会惊袂啊？惊到要死。当开始彼得讲：“我甘愿甲主耶稣你死，拢无要紧。”结果人讲：“主耶稣好像受掠的时讲，人讲你是甲主耶稣做伙门徒吗？”哦，毋是。我讲人惊吓是正确，嘛有可能，但是过度惊吓，失去了属灵的破断的溃烂，正确的破断的溃烂拢无去。耶稣的门徒非常惊吓，因为着惊。咱咧看这数字直跳，咱咧看到咱这些新闻了后，你毋通惊。国外真侪人因为安尼开始抢物件，医疗用品无够，民生用品无够，是开始抢啊，开始惊无通用啊，惊无保护啊。咱基督徒，咱来想看卖即个疫情的事，带着咱的反省是啥物？咱毋是我靠上帝话来活嘛？但是魔鬼撒旦就用一个限制。互你惊到要死，什么代志拢无咧做，就惊。甚至有人惊到精神错乱，有人惊到无病变成真正破病。但是咱基督徒应该是倚靠上帝话，毋是限制这死亡的限制下面，就是死。咱基督徒嘛毋通惊，敢毋是咧？因为伫咱的生命中间有永生的愿望啊！你生命中间有永生愿望无？你知影你死后会到上帝遐无？为什么咱会惊？过头惊遐？这毋是咱上帝来。咱不比这世界更较大吗？但是呢，咱的观念、咱的思考是跟咱上帝关系，影响咱甲上帝关系，就是咱甲上帝关系会影响咱的思考。因为咱的生命中间，甲上帝无亲近的关系是讲，你讲上帝敢会保守我？上帝会帮忙我吗？你甲上帝无什么关系是，你会怀疑呀？你相信的些新闻，毋是相信主耶稣的话。真侪人甲无信主的人拢共款。咱来反省，咱基督徒的生命是毋是甲一般人共款？还是讲咱心内底有上帝来真正平安甲欢喜呢？
马太福音第10章29节到31节，这10经文咱有够熟。伊讲两个七只蚵，敢毋是买一甲伊尔定？但是恁的天平若无稳准，连一只拢袂跌落地。但是咱会惊，咱七只蚵是即种鸟类，是犹太人送向人的食物啊，是毋食物啊。但是上帝看重这七只蚵比咱的性命共款，所以毋通惊。咱每一人比七只蚵搁较贵重啊！咱的头毛上帝拢算数过，咱来受的一把刀。你有囡仔的时阵吼，还是讲咱做老母的，你会抱你囝对无？抱你胸骹前的是会摸伊的头毛袂？你受迄刀的画面啊！哇，乖孙啊，还是乖囝啊？你是乖孙啊，对无？有人是乖囝。上帝照顾咱嘛是安尼。咱做老爸老母的时咧抱咱的囝，咱做阿公阿嬷抱咱的孙，咱会算咱的老哇乖孙啊乖囝，上帝敢毋是更满伫伊怀抱中间安然自在嘛？你甲上帝关系是遮尔亲密嘛？就影响你会惊袂惊？惊遐的人拄着代志，看别人拍下手流鼻水，哇！这是五寒八毒嘛，惊到要死，走到远。但是咱甲上帝关系，就影响咱看待这个代志。伊是毋通惊，伫主耶稣稳定的条中间毋通惊。第二项就是要有主耶稣怜悯的心嘛。耶稣怎样看待这个有病的人，甚至互人看轻的人？咱看到，若是有人感染到这五寒病毒的时，你坐伊的边仔，你会惊袂？同会惊死啊！但是咧，若是医生坐你的边仔，你会惊袂？护士坐你的边仔会惊袂？通常有当时以前拢袂惊，即摆较惊着，因为医生护士拢接触这些病患者啊。但是耶稣是倒一款的心，是怜悯的心。全世界五寒病毒发生的时，真侪人的心态无共款。有人是无怜悯的心，排斥别人，轻视别人。即个疫情了后，侪只也受到，咱就开始检验咱的性命对人的态度。过去咱看到医生吼，看到护士，尤其是医生啊，我足尊敬的对无？某某医生啊，咱细汉的时候，去诊所注射，讲注射就注射，食药就食药啊。即摆咧，咱看到医生我一摆甲人下单了，讲话了，迄医生甲我讲，牧师啊，我拄好去检查这患者，去验迄个武汉病毒啊。你会惊袂？伊就坐伫我对面啊，毋通惊。以早。咱看到这病毒发生时，咱就开始惊。但是咱对待人呢？咱有轻视这款人吗？有人得到这样病毒，还是讲我有一摆经验吼，坐公车去买物件，买物件中间吼，因为我这挂嘴红我鼻仔会痒啊，过敏的，就拍下手，有一个阿嬷就挖头甲青啊，甲因呢，我想讲我敢有犯罪？无啦。这是人惊，惊了后就咱黑白想啊，对人的态度开始转变。其实对基督徒来讲，武汉病毒这已经发生的事，是检验咱的性命有下着上帝心意，也无一个上好检验的时间。过去咱的价值观可能受到这款的武汉病毒疫情来了，有一寡转变。你较注重啥？你较惊啥？以前真侪代志拢最重要，对无？即么开始改变，变做无重要的。我举一个例啦，以前拢台湾人都爱食好食的物件，对无？一定爱食会到某一个餐馆都爱食，就即摆拢关了，拢袂当去，拄开始有无？无食会死袂？古早会啊，即摆毋通啊。这是改变咱的观念的时间，所以
武汉病毒这个疫情的事发生的时，咱就开始祈祷，咱即个疫情了后，也是疫情的中间，咱的生命的态度，对人、对上帝的态度是怎样？伫美国，即摆有真侪这所谓歧视黑人，讨厌这黑人，还是排斥这华人，因为这武汉病毒是中国来的嘛。所以全世界真侪人讨厌，对中国人就真讨厌，甚至咱歧视别人，看轻别人。你讲哇，这人真无好，但是反省咱家己的信仰，咱敢有当时嘛是看轻遐宋向人，看轻遐无读册的人，无学历的人。看轻遐互社会无地位的人，敢毋是咧？那有一个人来到你面前讲，我只有国校毕业，你会讲哇，你足好诶吗？是讲你毋敢讲，但是心内底其实看轻别人啊。咱的生命中间有一项真重要，就是爱主耶稣的心最深，爱有怜悯别人的心。主耶稣怎样款待这有病痛的人、丧凶人？有一个查某人，血流的查某人，伊是对犹太人律法来讲，伊是无清气的人。伊伫灵魂的中间去摸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我头有甲伊讲啥？主耶稣，我头甲伊讲，你的信一定互你得救啊！你的病一定得到完全的好啊！你会当平平安安搁倒转去。主耶稣毋是讲，啥甲摸？你有武汉病毒无？你上好莫甲摸，你莫touch着我。毋是啊，主耶稣怜悯这妇人，伊受到社会歧视，受到社会排斥，伊是一个妇女，无社会地位啊。无钱，啥物拢无，伊只有来到主耶稣面前，要得到医治啊！过来，咱看到主耶稣怎样款待这太高病的人。这太高病的人是怎样款的人？社会排斥的人，伊行伫路的顶头，可能就讲我是无清气的，毋通互人啦犯罪啊！你摸着我，你犯罪，我嘛犯罪。所以行伫路的顶头。伊必须要离开灵魂的中间，另外到一个所在偏远的所在、无人会去的所在。这种人是社会轻视、看轻无人要治的人。但是这群人来到耶稣面前，耶稣来到伊的面前，耶稣伸出伊的手，摸伊，为着因祈祷，互因得到透棒，互因得到完全的医治。咱面对这武汉病毒得到病的人，你做一个医生，你要怎样款待这款的患者呢？是惊到要死，还是用主耶稣的心最深？咱有当看到这国外转来这学生，还是讲做生意人转来，讲哇，这上好莫转来，对无？有人就安尼讲，但是这是人性的软弱的所在。若是迄是你的亲人咧，你已经发生的事，咱的。教会就有一寡青少年伫德国啊、英国啦、美国其他国家的所在，无都转来呢。甚至有人无钱通好转来，有一个人买机票，马上就走总转来啊。遐无钱送乡的留学生呢，伫国外读册这学生呢，咱是用这款的心态来对待这款的人，咱必须爱有主耶稣的心最深，就是爱怜悯，毋通轻视别人。歧视别人，耶稣的心态是怎样？马太福音第9章35节到36节，耶稣行透四周围所有的城市甲庄城，伫因的会堂伫教示人，传天国的福音，医好逐有症头病痛的人。伊看这么大阵的人，就可怜因，因为因亲像羊无牧者。困苦无人照顾，你知影？耶稣时常做2项代志。头一项传讲天国福音，第2项医病赶鬼。主耶稣毋是讲信耶稣得到永生真好，你破病恁兜的代志。
有当时咱基督徒是安尼哦，信耶稣真好，你爱信耶稣哦，但是你破病你家己处理。但是主耶稣毋是，主耶稣是来到即群别人轻视、别人袂当接纳即群人的中间，怜悯因、可怜因，为着因祈祷，互因得到头棒。咱做基督徒，毋是只有传讲天国福音，咱按主耶稣的心做心。末世已经临到，我相信以后有真侪灾难，可能是这破病、疾病、天然的灾害，人会软心倒退，真侪灾害发生的时，你惊吓吗？你轻视别人吗？还是怜悯别人？当这代志发生的时，咱怎样来反省咱的性命？那搁一摆有其他的病毒来时，有其他的代志发生的时，你用什么款的态度来行出主耶稣的心最心的疼？当然，咱以疼来行动来带导。末世时，不法代志愈来愈增加，加天啊！人的疼心开始就冷淡啊，无人要斗骹手，无人斗相共啊！伫中国，你看真侪所在倒伫遐，倒伫路边，无人要帮衬啊！我毋是讲咱基督徒看人倒路边，就爱去，就得着病毒了，就去伸手甲摸，毋是啊！你要先保护你家己啊，穿这保护衣了，再去甲摸啊，去甲救。但是有一项代志是，这个世代末世世代，有一项代志就是不法的代志，哪加天，人的心真正就开始愈来愈冷淡了。不只是中国啊，美国嘛同款，开始抢物件啊！你有我无呢？你有喙红，我无喙红，啊！你喙红倒位来？你甲我讲，啊，搁有咧，即马等一下领这个补助款的时，你看哦，有人就是啊，心肝受乌啊！啊，恁兜几啊栋厝过去领，人这不法的代志愈增加，人的心软心倒退啊！这是末世，但是上帝按咱以听甲行动来带导。我一个兄哥伫美国纽泽西迄个所在做牧师啊，伊讲伊离这个纽约只有1点钟啊。你看迄疫情危险无？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当武汉肺炎病毒来时，你有祈祷无？有无？有哦，比普通时祈祷几啊倍的。但是呢？即摆疫情开始无啊？咱本土案例已经愈来愈少啊！啊，你有继续祈祷无？有无？为啥祈祷？啊，台湾就无患者啊？你有为着国外遐有需要人来祈祷吗？但是伫你祈祷的中间，你有一个疼感染伫你的心内底的祈祷，甲凊彩开祈祷，无感受的祈祷，无听的祈祷是无共款的呢。你若有亲戚伫武汉这所在，当这武汉病毒发生的时，这城市发生困苦时，这北京即马发生灾难的时，你有亲戚伫迄座，你祈祷是甲无是有差别对无？因为你的亲戚伫遐嘛。当咱祈祷的时，咱以主耶稣信的心最新的时，是有共款即款怜悯。当咱亲像咱的亲戚伫迄所在，伫灾区的所在，伫这疫情非常严重的所在，迄款的祈祷，才是真正的祈祷，才是真正的代祷，才是有疼心，而且爱有行动的祈祷。武汉病毒发生的时，真侪人伊欠亏、惊吓，甚至无钱。咱基督徒用什么款的行动来帮助因呢？咱来看伫中国所在武汉地区吼，就一个富人人伊去穿啊，保护甲真好对无？啊，去分口罩、分传单，去安慰帮助一寡人。伊毋是怪伫厝内底饲网诶，伫巴西这个所在，遐基督徒跪伫遮认罪悔改反省，替因的国家祈祷。因的祈祷真正是由上帝来听甲怜悯啊！当咱祈祷徒，搁一摆
咱伫活伫台湾这社会，咱教会若有缘拄着即款困难问题时，你会怎样来行动？有疼心的祈祷，咱即摆真平安自在伫这所在敬拜上帝，这是好代志。这上帝怜悯，上帝保守，上帝保护。但是其他的所在咧，伫美国这我举一个伫美国这纽约的所在，喙红这消毒液拢无够的时，你看大家安那开始抢啊！做生意人就继续黑白花，真侪拢违法，有人就心开始要趁钱尔，这款的心态。咱基督徒有啥物无共款的心态呢？咱是怎样面对这个疫情呢？咱就看到这个见证，有一个基督徒看到这全美国真侪人死工课，咱台湾敢毋是安尼咧？是啊，真侪咧无失去头路，无通好交这厝势，但是伊看到有一个厝头家吼。门骹口写一个字啊，每一个人看到目屎拢流落来。迄写啥？通知顶头写，因为即马武汉肺炎影响咱每一个人，我免除恁4月份所有的厝势拢毋免。帮咱厝去头尾，大家好好洗手，感谢。这是一个厝头家开这修理车车场的一个厝头家啊。伊对细汉就活这社区的中间，伊知影少年人啊，无啥物存钱啊，真侪人洗厝来住，但是伊决定就是一切这厝势都毋免。伊甲这个厝头要洗厝的人讲，毋通惊啊，咱做伙渡过难关。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态度啊！真侪这细厝的这少年人，拢真感谢伊讲，这是阮上界需要的时阵啊！免去了我真侪压力。讲这厝头家真正是好人诶，真侪人要感谢伊，做鸡能够送伊，真正感谢。但是伊讲，这是上帝会疼，互我领受这疼，互我领受这气力，会当去帮助别人。开修理车场这所在吼，伊是努力经营这所在，伊的老爸将这修理车场交互伊，伊伫个所在买厝买真济啊。明白，但他免除了但是这真济厝真有钱，不代表有疼心。但是伊是个基督徒，伊将这所有的厝势拢免除掉，帮咱这少年人。记者带伊去办公室的所在，伊看到讲这是我信所、我基督的所在。伊办公室就是伊基督敬拜上帝所在。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咱来想看卖咧，若是疫情搁一遍发生伫台湾这所在，你是用倒一款的心态、倒一款的态度来对待别人的？这时代无共款，咱看到疫情发生的时，这 NBA 选手、骹球的选手、电影明星、歌星，大家拢讲哦，某某人得到这武汉病毒，大家要关心哦。你知影有全世界真百姓，一般的人平民百姓是无人关心的，厝边头尾死啊，伫厝内底拢毋知啊。咱的焦点毋是注意这歌手、明星啊。咱来注重咱的厝边头尾需要帮助的人。咱即摆画一个口号叫台湾 can help。我讲 we can help， 咱基督徒爱站出来，咱去帮助别人。咱看到即个疫情的事发生的事，有济，咱台湾古早受到这加拿大的宣教师、美国的宣教师、英国的宣教师。来到台湾设立病院，帮助咱台湾人。无论是神父、医生、宣教师，差派真济到台湾，咱这岛属，咱这国家，当疫情发生时，全世界这人就需要咱的帮助。
真济只基督徒学校唤起大家捐口罩，关这喙红啊，帮助更较济有需要的人。咱基督徒咧，咱爱徛出来讲 ，We can help。第三项，咱爱有信心同在的心啊。你疫情发生的时候，咱教会做一个，嘛是无简单，嘛是真好的决定，就是安那停止聚会啊，这是政府规定的嘛，因惊互相感染。啊，要去倒位礼拜，咱的这资传的同工帮助咱，有一个网络的礼拜，咱会看这转播。但是阮的青少年走去倒位？走去公园内底做礼拜，会使袂？会使袂啊？袂使啊！保持距离，挂喙红，伫公园内底做礼拜，看直播，直播了，煞要有小组的分享、祈祷，伫遐敬拜上帝、阿罗上帝，迄是毋是礼拜？是啊！啊，你讲牧师啊，转播的直播的礼拜是毋是礼拜？甲实体礼拜，倒一款都是礼拜，拢是礼拜。你属灵顶头来讲，拢是共款；感受来讲，无共款。那信歌伫坐伫遐唱歌，加来诗班坐遐唱歌，有伫边仔无伫边仔，当然有差。看转播，迄感受无共款。牧师伫遐讲道，也是看到一个看手机啊，一个牧师伫遐感受当然无共。但是属灵的意义来讲是共款的呢。无论你倒位伫做礼拜，伫厝内底做礼拜，伫教会实体礼拜，拢是礼拜。网络的礼拜嘛是礼拜。有人哦，有一个牧师啊，伊伫加拿大服侍一个妇女，伊是用网络用视讯为这个人祈祷的时，伊就丢到跑棒啊。你加拿大甲台湾遮尔远的所在，属灵共款，意义来共款是同款的。咱伫看这网络的礼拜，甲实体礼拜是共款，但是咱感受无共款。过来一点，更较重要的是有上帝同在，甲无上帝同在，甲你家己心态态度是上介重要，爱注重的。圣经约翰福音第4章23节讲，后壁这中文标准的翻译版是较好，伊讲。上帝是神啊，敬拜伊就用伫灵甲真理内面来敬拜上帝。In spiritual, in truth， 是讲你敬拜上帝吼，是爱伫灵的内面敬拜上帝，伫圣神同在内面敬拜上帝，是伫真理内面敬拜上帝。我举一个例啊，撒玛利亚这妇女人甲耶稣伫正古镇的边仔伫讨论一项代志，撒玛利亚妇人人讲：啊，恁讲恁敬拜上帝是伫耶路撒冷，我撒玛利亚人敬拜上帝伫山顶，对无？啊，主耶稣讲啥？敬拜上帝重点是什么所在？毋是伫耶路撒冷，嘛毋是伫山顶，是爱用心、用灵。用真理来敬拜上帝，甲场所无关系啊！你敬拜上帝，伫厝内底敬拜上帝，也是讲伫教会礼拜堂敬拜上帝，同款有意义，属灵顶面同款。即摆图就讲到，这撒旦家这网架顶头写吼，这撒旦家这上帝讲吼，我用这。五项病毒互教会拢关起来，啊！上帝安怎应？上帝就讲吼，我将每一个家庭变做教会，教会拢关起来，伫倒位聚会？伫厝内底聚会啊！家庭就是敬拜上帝、阿罗上帝上好的所在啊！你家庭敬拜上帝，你伫厝内底看直播有算无？算啊！迄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咱每一个人敬拜上帝的人，毋是场所的问题。但是呢，你敬拜上帝是有敬畏心哦，敬虔的心哦，有上帝信心的同在无？拄好咱讲头一项，咱甲上帝关系，知影咱是上帝宝贝仔囝，信拜上帝，知影咱的身份，咱是上帝囝，上帝保守。
信心的同在，当你礼拜的中间，咱亲近上帝时，你有信心的同在，你体会上帝就伫你边啊，信心保护师帮助你，你当体会上帝伫我的边啊，伫我生命内面。哥林多前书第6章19讲，敢毋知你的身躯就是信心的殿吗？这位信心是安那？点伫恁的内面。是对伫上帝所领受的，毋是属伫家己尔，是属伫上帝。信心，互你感受到，信心伫做礼拜中间，互你感受到上帝的同在。但是你的态度，爱伫上帝灵的内面、信息的内面、甲真理的内面来敬拜伊。以早敬拜上帝时，咱都有真好的诗班。敬拜乐团也是信歌队，咱有真好的这 organ， 但是这全世界真侪所在敬拜上帝，这拢无需要，赶快会当敬拜上帝。这是提醒咱一项代志哦，敬拜的态度，敬拜的元素，基本上就是爱伫信心内面，甲伫真理内面敬拜上帝。其他拢是外在，无一定爱需要。这是帮助咱入去咱的上帝同在，这琴、这organ、这钢琴拢真好，诗班嘛真好，但是这不是主要。那这是帮助咱入去信心的中间的一个器具啊、工具啊。但是咱来敬拜上帝是有敬畏上帝的心无？咱随时爱坚持。咱有坚持的心，透过这肺炎的问题、病毒的问题来反省，咱有坚持伫上帝面前哦。末世的正义开始等足久啊！你有反省无？主耶稣搁要来啊！你有感受到无？这是非洲25年以来上界严重的这草莓啊，所以这沙漠的草莓啊，上界严重。16群的这草莓啊，经过这非洲的所在，你知影？一平方公里的这款的沙漠的草莓啊，一天会当食偌济人的粮食无？3万人诶！一平方公里的草莓啊，会当食3万人一天的食面。这扫过了后，真侪所在无人当抵挡因，真侪国家就无通食，无物啊通食。末世就是安尼，末世已经临到，你有坚持的心无？我讲以后搁较侪病毒泛滥临到的时，你有信心的同在，甲无差真侪。你敬拜敬畏上帝心有无？你平常甲上帝有亲密关系交陪无？以弗所书12章26到28节讲，迄个时伊的声摇动大地，毋过胆阁有应讲，阁一遍我毋若互地，嘛要互天摇动，阁一遍。即句话指明，互这受造的物受到摇动，受到牵线，是要互这个无受摇动留落来。所以着感谢，因为咱着彼此袂互领受这袂受到摇动的国度，照着上帝所欢喜的，用敬虔甲敬畏来服侍伊。末世已经开始，真侪天然的灾害，上帝哪参就用这灾难、灾害、病毒摇动地、摇动天、摇动咱每一个人，但是咱领受袂当受到这影响，袂受摇动的角度，伫咱的生命中间，就是主耶稣信心的规律，伫咱同在帮助咱赢过这一切。当灾难临到的时，咱永远用敬虔敬畏心来服侍伊。咱要备办好，你普通时咱讲爱挂嘴红对无？这是必要的嘛。你坐公车，你走去病院爱挂嘴红无？你伫咧厝内底有敬畏上帝无？有敬拜上帝无？敢若无一定有需要，对无？当上帝改变咱一寡生命中间的处事啊，歹
priority， 什么是优先的啊？以早你去食饭时爱食上好食的餐厅，这拢关起来。以早有一寡人生理人走酒摊，即摆拢关起来。我爱看电影伊拢关起来。我要上班，公司无爱互你去，拜托你留伫厝内底上班。台北市一寡都市拢无共款，每一项生活步调拢慢落来。但是有一项恢复，我毋知你伫厝内底有恢复无？伫厝内底家庭这段，灵修啊，读圣经时间变甲真济呢，啊有利用把握这时间来亲近上帝无？咱生命中间的 priority， 迄生命甲咱甲上帝关系有改变无？当灾难临到的时，你会当无受到摇动无？你要来书第10章25节讲，有一寡人停止聚会，毋通学伊的习惯，颠倒还互相劝勉。既然知主的日子要到啊，就应该就安尼。有人吼，伊讲网络聚会，我拄仔讲过，网络礼拜甲实体礼拜是毋共款？是不是啊？是啊，属灵的原则共款啊。共一本圣经，共一个牧师讲道啊，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啊，我伫厝内底做礼拜就好，为什么来这实体礼拜？啊，咱都转去厝内底看转播就好啊，我嘛有手机啊呢。但是你也知影一点，人的心是软弱贫惰的啦。我当时靠迄青少年讲，啊，你有来做礼拜无？啊，伊倒伫面前甲我讲，我有伫做礼拜，你要相信无？拄仔开始头一礼拜，穿西装穿好好，尼古带教好，坐伫遐哇做礼拜。第二礼拜嘛共款，第3礼拜嘛共款，第4礼拜嘛共款，第5礼拜讲啦，尼古带无去啊，西装嘛无啊，倒伫面前。无输啊！啊，你是讲倒一集？这是人性的困扰。人的软者，所以希伯来书提起一项代志：有一寡人停止聚会啊！你哪知影伊停止聚会？你网络，我有网络做礼拜啊！咱看那数字，我有真侪人咧后台咧看这，伊是看电影还是做礼拜？这无共款的。咱用上帝灵，用信心，我靠信心伫信心内面，甲真理的内面做礼拜。但是呢，人的信心软者，你哪知影伊有做礼拜无做礼拜？我看青少年吼，我哪知影伊有做礼拜？阮第2场做礼拜了去小组，小组就点名，啊，你有来无来就知影。有做礼拜无做礼拜，小组讨论讲，啊，今日无事讲啥？我袂去算呢。所以唔知影，我就有来小组，所以就随知影。但是有一项真重要，就是咱爱互相提醒。即摆网络有伫看吼，注意哦，我讲一遍哦，爱互相提醒。有一寡人停止聚会，你哪会知？若是无等兄弟姊妹组织做伙，互相提醒，主的日子要来啊，就真害咯。人的心是软者贫惰的啦。那为什么咱组织做伙互相提醒？敬拜上帝当然是对上帝，但是对小组来讲，咱是互相提醒。咱伫团契中间互相提醒，有做礼拜哦，咱讨论上帝话，实行上帝话，互相鼓励，互相劝勉，用敬虔的心来伫默誓，为着上帝来做上界水的征战。咱做伙来同心祈祷。听阮的特别上帝，你是阮活命源头。主，阮只是当心伫你面前，用敬虔敬畏心来领受上帝话。主啊，求你明阮，阮是软者的人，伫这末世世代，求你保守阮的心思意念，
甲主耶稣三个同行。伫跋世世代，人的心邪恶，人的心冷淡，但是主阮我靠你的心永远未改变。阮求你守住这勇气、快乐、平安、欢喜伫阮的生命中间，互阮台湾这岛屿大大互上帝来使用。有一天，不只是咱会当帮助别人，有一天咱会当将福音透过阮的生命，将福音传到全世界。大主，你使用阮台湾，互全世界看见咱防疫做甲真好。台湾的名嘛，伫世界，互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人看到。主啊，我们要真做你所使用的器具，求你帮助，伫台湾的教会兴起，传出你的福音，去帮助、接纳、去听遐有需要的人，去听遐伫卑微、伤心、无人要睬、无人歧视、看轻的人，互阮的生命甲主耶稣同款。有怜悯、有疼、有信心的同在，奉靠主耶稣圣主名求，阿门。咱这时要来念圣诗，圣诗348首。我踮伫主的厅堂，我踮伫主的厅堂，会将起立来念全首。济，咱即时要用奉献来继续咱的礼拜。未奉献的大声，我代表双连教会欢迎今仔日来本教会礼拜来宾。你若伫外口接待处无写留名卡的人，请你伫阮的座位头前有留名卡，你会当摕起来填写，等下交阮收奉献的执事，互阮有机会来介绍你，咱备备心来奉献。
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伫武汉病毒的疫情中间，你互阮藏伫你的石库下面，得保守阮的平安。主啊，伫疫情的后面，带来全世界经济冲击。阮相信主上帝，你是阮的大牧者，阮伫你的保守内底，阮都无欠缺。主啊，阮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主，阮存着感恩的心，奉献淡薄金钱伫你面前。较要紧，阮要将阮的时间、阮的财情、阮的一生献伫主你面前，愿只有你来使用阮。阮安尼感恩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谢谢。这时来报告，周报第4本周特别事工，咱主任牧师今仔收待台湾教会公报社的委派前往嘉义破主教会正道甲请安报告完成地祝福。周报事工因为过来咱5日节是端午节连假所以咱也要订各个团契，还是咱的单位，若要订这个消息的人，请你伫6月6月2周报的单位，请你伫6月22，就是本周1的上午将消息传真，还是 mail 到教会办公室。其他关怀恭喜本会会友陈汉礼先生。陈瑞明甲罗贵富夫妇的囝，甲黄心美小姐伫6月13举行结婚典礼甲婚礼，愿上帝祝这对新人。本会会友黄永时的田桂美的夫妇的囝黄建杰兄弟伫6月12安息主怀，定伫7月初4周6上午7点30分第2殡仪馆至善礼厅举行入念火化礼拜，下晡1点30分，伫本会10楼礼拜堂举行个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总会委员会这消息，感谢主，教会各单位礼拜聚会拢慢慢恢复正常。线顶的礼拜以前伫线顶祈愿咱咧做礼拜时，咱就经历了国外节甲母亲节。恳请兄姐继续以奉献来支持教会各项事工，特别这个国外节甲母亲节的节庆的感恩的奉献地，咱摕伫10楼的走廊的桌仔顶，请咱有感动的人，咱会当去摕来填写来做奉献。第6页，儿童书记的活动有2个所在一个快乐的假日，这咱会当报名。搁一个咱教社委员会特别举办的台北囡仔台语夏令营，伫7月21甲24，每下早起8点45分，甲下晡的4点半。地点伫咱双连教会7楼甲8楼，这内容真丰富。咱会当鼓励咱的细囝，还是讲咱的孙来参加这台语夏令营来学习咱的母语。好，咱就请屏幕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代祷。这时代表双连教会来欢迎第一摆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头一位是谢承阿面，丹阿，伫这所在欢迎甲做伙礼拜。小等礼拜聚会了，阮会欢迎到伫 VIP 室咱来介绍教会，互你了解。搁另外一位是郑巧慧，在那边伫迄所在咱大大的欢迎。
欢迎咱做伙来敬拜上帝吼。我林佳颖，第3位林佳颖，你所在？林佳颖吼。第4位是张亚伦、张亚伦哦，就是迄所在。哦，咱即时来做伙来牧养的大道，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仰阮的天父上帝，你是听的上帝，你是怜悯人的主。阮即是为着教会遐兄弟姊妹有需要人来祈祷。伫咱教会最近有侪人面临着厝内底有人过身，离开这世间，文主文调。但是主啊，阮知影对上帝你来看，1000年那亲像一日；对阮的性命来看，阮知影时间到，咱信耶稣人有愿望，相信主的人有永远的快乐甲欢喜，就永远的徛在天顶的所在。愿上帝你施阮祝福，安慰夫妻帮赞，失去这家属的目屎，用信心的话，上帝气力来夫妻帮赞因。嘛透过兄弟姊妹祈祷、代祷、分享、鼓励、宽勉，互这人得到安慰、帮赞。主啊，嘛恳求你帮助阮的教会，面对真侪咱要决定的代志。愿上帝你祝福阮的长职同工，做伙祈祷，领受上帝来医伤甲气力，互上帝你的教会得到兴旺。互福音得到广传，互人的性命得到改变。主愿同心祈祷，伫你面前，乃是奉告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上演511首，阿乐上帝至权至尊，咱起立来吟，吟出来。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惠，上帝是阮疼叹，圣神的同在，甲咱三个弟弟到底永永远远，阿门。请坐，灭道谢阮，共享受切恳。